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看《台語天馬行空》第13集。我是小張。頂一集，咱講到閩南語有文白音之差，所謂文音就是文讀音，白音就是白話音。文白音之間有理路可循。過去這段時間，小張提出3個步數來解決文白音之差的問題。但是為何咱需要用到這3個步數？今日咱就要來甲講清楚、說分明。在頂一集內底，咱講到這個周王室在中原稱王，邊仔這個封國嘛不是吃菜的，每一個都虎視眈眈，所以周天子就開始分封諸侯去鎮守這個封國。諸侯去就任的時陣，不是空手去的呢，嘛不是一個人去的呢，文官武將都愛對得去。雅言就是安尼，傳入去大大小小的封國內底，甲在地的土話男做伙了後，產生半雅方言。咱閩南語的白話音，就是半雅方言的其中一種。為了解決文白音之差的問題，小張提出3個步數。第一個步數就是聲母互換。小張有這張聲母互換的表，已經用超過1年啊。這張表差不多有法度解決7-8成左右的問題。第二個步數就是韻母轉運，比如講出家的家，嘛會使讀作家人的家。這個家甲家的中間，其實就是這個韻母 a 甲 a 在互相轉運。小張自從台語黑白講第37集開始，就一直在講這個理論，解出來的閩南語漢字差不多是單樸數的10倍。第3個步數，入聲字的尾音嘛可以互換。咱即馬用一個真簡單的字來舉例說明，親像這個字，咱開出合喙，攏會去講到。咱來看漢典安怎記錄，會使讀作合，合作的合，嘛會使讀作客。小張甲林志玲真的客，就是用這字客。過來，嘛會使讀作甲。我甲你是好朋友，就是用這字甲。敢真正會使讀作甲？真的，在廈門地區就是記錄這個音。咱即馬來看另外一個字，在說文解字內底寫將密合聲。這個字大家攏知，就愛讀作急，補給的急。在這個所在，咱就看甲真清楚啊。聲母互換的證據寫佇這，甲伊韻母轉運的證據寫佇這，入聲字尾音互換的證據寫佇這，這就叫做真金不怕火煉啦。小張，我知影你這3個步數是正辦的啦，但是為何咱愛用到這3個步數，才有法度解決文白音之差的問題？你唔着緊講。好，我即馬就來講。若是用一個上簡單的講法，就是字母夠用。小張，那你是講對啊，講唔對？漢字有幾落萬字呢？哪有可能無夠用？無唔對，是幾落萬字無唔對，但是咱的祖先捌無幾界字啦。咱來看這個分封制度，這4個階層攏是知識分子。這2個階層會使講是捌字真有限啦，但是這2個階層的人口佔差不多9成9以上，所以講大部分的人攏是捌無幾界字的人啦。就是因為捌字無濟，咱才需要這3個步數，甲本地已經掌握的文字產生無同款的用法，目的就是要增加語言的豐富性，加強表達的能力。歌要唱予落調，歌戲要搬予精彩，布袋戲要人予好看，攏需要豐富的語言。這嘛是文明社會進步的過程。字無夠用，這就甲戲班仔人無夠，意思相像。比如講，這個戲班仔內底有5個人，即馬要演的角色，攏總有10個，這就表示有的人愛演2個，甚至3個角色，是不是安尼？這個人若是換一個衫褲，講話的開口、骹步手路，小可改變一下，就是另外一個角色。字嘛是同款啊，這個聲母互換配合韻母轉運，若是拄到入聲字，參入聲母音嘛有單性，這個字就有另外一個新的用法。小張，你講咱的祖先捌字無濟，但是你有啥物證據？人李後在20幾年前就已經捌講過這件代志啊！伊提出這個講法的時陣，全台灣的讀冊人無一個敢耳下的啦。坦白講啦，我第一擺聽到這個講法的時陣，我實在是足袂爽的啦。但是愈大漢，我愈感覺講李後講的是正確的。小張即馬來分享一個真實的故事。我讀小學1年的時陣，阮班有一位同學姓楊，我攏叫伊楊啊。有一擺上課的時陣，楊啊巴肚拄好咧疼，伊就舉手啊，老師我要大便。
老師是台灣人哩，老師就甲講，切，已經來上學快要1年了，怎麼還這麼沒有禮貌？換一個講法，就讓你氣。這個樣啊，就開始想啊，想差不多10秒鐘了後，伊怎甲老師講，老師，我要放屎啊，袂赴啊，老師就在笑啊，老師甲講，袂使，無禮貌，閣想。這個樣啊，就7想8想，伊就甲老師講，老師，我實在擋袂掉啊啦，我尻川要吐啦，全班笑甲用要變過。這個故事雖然好笑，嘛真悲哀啊。平平一個放屎，讓中原人有真濟無同款的講法，包括方便，這個方便閣分大小，解手嘛是閣分大小，嘛有人講如廁，嘛會使講更衣，甚至有人講當當、粗公、淨手，等等等。但是咱台灣人敢若會曉講一個放屎，毋是敢若安尼爾。中原人講老死不相往來，咱講田無溝水無流，中原人講一箭雙雕。咱講摸蜆兼洗褲，中原人講飲水思源，咱講食果子拜樹頭。咱的文化甲中原差一截足大截的嘛。即嘛問題來啊，閩南語毋是雅言，有要緊無？講閩南語的人有需要去跳槓無？咱有需要行見笑，都無講閩南語無？無嘛，日仔照過嘛，小張節目照做嘛，咱閩南語照講嘛。其實咱這個閩南語根本就毋是啥物雅言嘛，別人毋敢講，我來講無要緊。這件代誌就是去互陳博士甲拉起來的。若正經學問遮飽遮樸，就像我講的啊，真簡單啊。閩南語一音一字，甲找出來互我看。我直接甲你唱白啦，你無這個才調啦。所以講戇話毋通拖咧黑白亂講，就是安尼。咱來講結論：第一，咱的祖先捌字無濟，所以一字多用是真正常的。第二，家己轉聲改韻，增加語言的豐富性，這是文明進步的一個過程啊。第三，閩南語毋是上古雅言，咱莫聽人黑白講。第四，到底雅言安怎講？咱後一集來做討論。今日我就講到這，感謝你的收看，歡迎批評甲指教，謝謝，拜拜。